眾畫坊提供多元化繪畫課程，包括由中國水墨畫至西洋油畫以及素描課程。歐雲老師以專業繪畫藝術幫助學生改善專注力、提升藝術素養為目標。今年學生喺創科新世代繪畫視藝走進元宇宙大賽2024，一共取得8金13銀嘅驕人佳績。學校及老師亦分別獲得到傑出視藝學府大獎以及傑出視藝導師大獎嘅殿堂級殊榮。而家就有請歐銀老師分享一下教育理念以及培育藝術精英嘅心得啦。Hello， 大家好，我係眾畫坊創辦人歐老師。我哋係教中西畫嘅，中畫咧就有山水啦、花鳥啦，其實有2種唔同嘅教法。我哋教咧就係嶺南派嘅教法咧，就比較精細啲嘅；海派咧就會比較寫意啲嘅。西畫咧就有油畫啦、膠彩啦、線描畫啦、點彩畫啦，使用唔同種類嘅筆練習，咁練習手部嘅肌肉啦，同埋精細嘅技巧，可以喺畫嘅過程中咧訓練手眼協調啦，同埋觀察能力嘅。特別嘅構圖就會係線描畫，有規律，一筆一筆咁畫成。過程中咧會讓同學放鬆，訓練同學嘅專注能力同埋心境會係比較平靜嘅。我哋工作室咧就有唔同類型嘅學生啦，有成年啦、青少年啦、小學生啦，同埋幼稚園學生嘅。成年嘅學生咧通常學國畫啦，佢就會係愛嚟舒緩自己嘅壓力嘅。咁青少年因為學校咧有啲比賽啊，喺學校就提供唔到啲地方俾佢哋完成啦，通常都會嚟到我哋工作坊去完成呢個作品嘅。咁我哋工作室裡面咧，其實都會有唔同種類嘅同學啦，有啲好叻，有啲咧都會有SEN 嗰啲同學嘅。咁喺佢哋身上咧，我學到好多耐性啦。由佢嚟到我工作室係潑到一地粉彩嘅時候，咁我哋會包容啦。到今日大概都係3年左右到啦，由唔識到而家識，完全自己構圖啦，自己畫啦。青少年咧，而家咧電子產品實在太吸引啦！我會勉勵多啲帶佢哋出去參加啲藝術活動啦，從中可以增加同學嘅自信心。畫畫可以陶冶性情同埋品德，可以共同大家一齊去推動藝術嘅。咁自然就會係喺畫畫方面啊，會增加更加濃厚嘅興趣啦。小朋友咧最重要咧揾到個興趣咧，咁就唔會再沉迷電子產品啦。有一個3歲半，我記得我初初開工作坊嘅時候嚟，仲喊嘅其實，但係咧到今日，咁佢就可以去現場即席揮毫啦。呢個係俾到我一個好大嘅鼓勵。2023年同埋2024年咧，榮獲言語就學府大獎同埋藝術導師大獎嘅。咁我就非常開心啦！香港創科發展培訓中心俾到我哋呢個平台，令我哋啲學生咧可以走出去，同埋俾到家長一個好大嘅信心嚇。大家冇話家長俾到我都好大嘅信心，係非常非常開心嘅。我都會係謹記師訓嘅，不忘初心啦。咁會係努力去推動個藝術，培育更多嘅藝術人才。喺我哋工作室裏面咧，未來咧，其實我都會係將比較大啲嘅同學咧，我都會培訓佢哋咧成為我哋嘅助手啦。嚟緊咧就會佢自己可以獨立教學啦。咁我希望可以喺我手上會出到好多呢啲人才啦。